最大的成就是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就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因为学人听道理，不是要才讲做实况。我听的爱知影，我就是要把这道理摕倒去存。当我拄着问题的时阵，我爱用伫我的心上，毋是来遮听有屁的。真正要把咱个人叫出来，安尼去听这门道。今日讲起，这贴药啊，真正有效的，就是爱较食落。药啊有效，包括人家拢无甲食的，拢无效。哦，今日也非常难得，会当邀请到咱好着的讲讲师，这个讲讲师是一个真优秀的讲师，咱道理嘛非常好。咱今日会当特处邀请咱讲讲师来甲咱助理，所以呢，因为伊的时间，我就帮去降低嘛吼。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大众请注意。感谢目前的慈悲，前道义鞠躬，坤道义鞠躬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好。